我覺得馬利斯卡未必捱得到聖誕。我睇完曼城嘅季前熱身賽啦，再睇埋社區盾0-3輸俾阿仙奴，我睇到一樣嘢，馬利斯卡接手嘅已經唔係以前哥迪奧拿所教嗰隊曼城。做個比喻，當曼城係一架紅 van 啦，哥迪奧拿揸咗10年，架車有幾快佢知，邊條路會塞佢知，幾時踩油、幾時收、幾時轉波佢都知。但係到馬利斯卡上車嗰陣，成架小巴已經唔同咗。洛迪走咗，副計換咗，迪布尼走咗，唐太冇咗。係啊，架車仲有馬力㗎。係啊，夏蘭特仲喺度啊，仲有馬力啊。但係而家邊個睇到條路，第一時間俾到個波佢？施華都走咗，成架車就少咗個萬能插，邊度有窿佢就識補邊度，最識執生，成套嘢最熟係佢，都走埋。再加上司機都換埋，前面條路越嚟越窄，個波箱識唔識轉都係未知數。最麻煩係，如果一條路行得唔順，成個人開始燥，負能量就會越積越多。所以馬利斯卡面對嘅唔係普通換咗領隊，而係佢坐咗上一架呢，入邊冇咗幾樣重要零件嘅紅 van 啊。第一個問題，洛迪唔係普通房中啊，佢係世一房中啊。同埋呢，同架車啊磨合得最順嗰副計啊，數據好直接。洛迪加盟咗曼城之後呢，有佢上陣嘅英超呢，曼城嘅勝率係74.1%，冇佢呢，得翻61.9%，輸波率呢就仲明顯，有洛迪呢得10.9%，但係如果冇洛迪呢係33.3%，平均每場嘅積分呢亦都由2.37分呢跌到得1.9分。點解差咁遠？因為洛迪一個人做緊好多樣嘢，對手逼搶，中堅俾波揾佢，想控制節奏呢亦都揾佢。失波時間第一時間封中路呢，又係佢。曼城前面嗰班人點解可以夠膽壓到咁前？因為佢哋知道後邊有洛迪啊嘛。所以點解洛迪咁值錢、咁有價值同埋攞金球獎呢？最重要唔係曼城攞住波控球嗰陣時啦，係失波嗰一刻有洛迪呢，對手想反擊呢，中路呢，洛迪已經企咗一個好有利嘅位置呢，封住咗個波，要搞到對手要分邊啊，或者向後傳。咁曼城就有時間咧，就再去逼搶，但係冇洛迪咧，一失波咧就完全係另一個畫面。冇咗第一條防線，第二個咧又補唔切位，中堅咧就開始要向住自己嘅龍門跑啦，3打3、4打4，跟住就成隊波散晒。你諗下，曼城而家換咗副計，所有嘢重新調教過，點樣可以踢得翻之前嗰隊曼城？第二個問題，唐太啊，迪布尼走咗咧，唐太冇咗啊。咁邊一個俾波夏蘭特？大家有睇開夏蘭啲波，你都知啦。夏蘭係唔需要你攞咁多控球啊，亦都唔需要你喺禁區外咧橫傳多50腳。佢需要嘅咧係有人見到佢準備跑咧，就即刻俾個直線佢。佢只要快過個後衞半秒咧，咁佢就已經可以食咗後衞個位，做成一個單刀嘅情況㗎啦。你睇挪威，你就見到咧，奧迪哥特喺世界盃外圍賽嘅時候咧，有7次助攻係成個賽事裏面最多，其中咧有4次咧係直接助攻俾夏蘭嘅，而夏蘭佢自己咧就入咗16球，而奧迪哥特咧都係嗰種咧接波之前咧已經望緊前面嘅人，條路一開咧佢即刻傳，你只要俾到個波夏蘭，佢就入到波。而上季迪布尼離隊之後咧，其實咧曼城都有一個球員咧，亦都做到同迪布尼差唔多咁上下嘅嘢。嗰個人咧就係卓基，上季卓基咧各項賽事咧上陣咗52場，入咗10球，16次助攻，即係咧26次咧直接參與入球。英超方面咧，佢亦都交出咗12次助攻，係曼城隊裏邊最多嘅。而呢一個數字咧，亦都係全英超咧只係排喺般奴費蘭迪斯之後。而點解上季咧卓基可以做到呢啲咁嘅數字咧？就係因為佢唔係每一腳咧都跟住劇本去做，佢會突然轉身啦，突然起腳，甚至乎好多時候咧喺中路加啲直線咧係你估佢唔到嘅。呢啲球員咧有時會失波，有時咧亦都會全失波。佢係天才球員，會做一啲咧冇人敢做嘅嘢。所以真正個問題咧，你係馬利斯卡，你會唔會將個軚盤俾卓基啊？季前熱身賽咧，卓基咧就因為世界盃之後咧比較遲歸隊，所以咧啲熱身賽咧都唔係好用佢。但係你睇到咧喺社區盾嗰陣時咧，
亦都將所有嘅正選都擺晒出嚟。但係咧，卓基咧就去到比賽好末段先至派佢出嚟。咁你就可以睇到咧，佢個本身個角色咧同馬利斯卡嗰種結構咧就唔係好夾嘅。就算放阿卓基出嚟咧，我相信馬利斯卡為咗佢嗰個結構咧，亦都好限制住卓基嗰個自由度。咁所以咧，我就唔係好睇好卓基咧可以維持翻上年嗰個數字，甚至乎咧可以咧做到迪布尼所做嘅嘢。而第三個問題咧，亦都係我最擔心馬利斯卡嘅地方，佢識唔識變通？好多人咧比較馬利斯卡同哥迪奧拿咧，第一個時間會睇咧個陣式4-3-3啦、4-2-3-1啦，定係咧將個閘咧擺上去中場踢、控球率啦等等啦。但係呢啲咧其實全部都講緊咧係學緊哥迪奧拿嗰個足球哲學嘅一部分。睇翻啲數據，馬利斯卡咧就教咗車路士大概18個月啦，平均嗰個控球率咧係57.5，同期咧曼城係60.5，所以話佢係抄哥迪奧拿嗰套戰術咧就一定係㗎啦。個問題係哥迪奧拿嗰種判斷力，你又學唔學到咧？即係一架小巴咁，前邊冇車啊，咪踩油去咯。但係前邊塞車又點算咧？杜古同斯曼尤兩個最勁都係1對1，但係最緊要係咩啊？係前面有空位先有用㗎嘛。咁你睇翻社區盾啊，兩個都有出，但係前面根本就冇空位，對手縮晒喺中間，塞晒中路，咁點搞啊？都不外乎幾種方法嘅啫。一係就小組傳波入去，一係就直線，再唔係你有下輪㗎嘛，你交個波入去俾下輪，咪搶第二點咯。我想講嘅係咧，其實有好多種方法係打入去嘅，但係馬利斯卡咧，似乎咧就得一種踢法。佢要佢嘅球員咧就跟佢踢同一種踢法。佢唔係唔識踢反擊㗎，佢喺車路士咧踢反擊咧，總共咧射門咧有159次，同期咧英超第2。但係個問題係咧，佢踢開防反咧就一路都踢防反，佢唔會有第二種踢法嘅。簡單嚟講咧，佢係唔識臨場變陣嘅，即係好似揸棍波車咁啊！你上斜落斜慢車高速，你都係用同一個波段。點搞啊，師兄？架車點會順啊？踢波都一樣。呢個亦都係咧哥迪奧拿最難學嘅地方啦。佢以前咧喺曼城咧冇中鋒咧，佢就玩偽中鋒，揾霍頓踢最前，或者揾迪布尼踢最前。之後買咗夏倫咧，就即刻轉陣啊，去配合翻個正中鋒。然後咧閘位又拉邊，又收入中間，閘位踢中場，跟住咧史東斯咧踢下中堅咧推上去防中。去到最後嗰季，哥迪奧拿咧連自己以前咧好中意嗰種傳控啊嗰種嘅風格咧都改埋。2025至26年曼城嗰個控球率咧係哥迪奧拿最後嗰5季裏邊最低嘅，但係咧佢嘅直線傳球咧又係有127次，係5季裏邊最高，而防反咧係有42次，係都係5季最高。單對單突破咧係有824次，亦都係5季裏邊最高。因為咧哥迪奧拿自己都知道咧，以前咧嗰套踢法唔啱用啦，所以佢轉執生條路變，你就跟住變。馬利斯卡最大嗰個問題咧，從來咧都唔係佢跟唔跟到哥迪奧拿嗰個體系繼續踢落去，而係佢太跟哥迪奧拿嗰個體系繼續踢啦。而呢個體系咧，哥迪奧拿自己都發現唔得啦，佢親手推翻咗自己啊！最後一個問題係負能量。喺香港地塞車其實好正常，架車一路都唔喐咧，啲人開始睇錶啦、嘆氣啦、又嫌慢啦，有人會覺得咧司機係咪行錯路？室內啲咧成架車嗰啲人就開始燥噶啦。最後大家會問一個問題，個問題唔係話仲要塞幾耐啊，而係個司機究竟知唔知自己去緊邊㗎？踢波都一樣，啲球員最唔服氣嘅就係個領隊唔知自己想點啊！社區盾輸咗3-0之後咧。鏡頭咧一路影住羅賓迪亞斯同馬利斯卡，有一段咧比較激動嘅交流咧，傳媒咧已經炒作話咧馬利斯卡咧已經失去咗更衣室裏邊嘅支持。你諗下，啱啱先至第一場波啊，個領隊咧已經要喺一個主力嘅隊長級嘅球員裏邊咧係要解釋翻自己嘅戰術。咁最尷尬個位咧就係成場波下輪都冇乜掂過波，而卓基咧就落場落得幾分鐘。一啲自由都冇嘅，
道古咧次次攞到個波咧就將個波要後傳嘅，一啲空間都製造唔到出嚟嘅。而中場咧失位咧係好嚴重噶，一開波就已經失咗波啦。咁都好難怪成車人都會問個司機究竟識唔識路噶？你諗下呢班曼城嘅球員一路都跟開哥迪奧拿，佢哋乜嘢杯賽乜嘢聯賽都贏過晒。哥迪奧拿叫佢企一個好奇怪嘅位置，佢哋肯啊。哥迪奧拿突然改踢法，佢哋都會跟，因為哥迪奧拿一次又一次證明過自己咧係要試完先至會有突破。哥迪奧拿大把 credit， 咁但係馬利斯卡有冇 credit 啊？佢冇啊，佢冇成績冇 credit， 而最麻煩嘅地方咧，佢冇乜時間儲 credit 啊！你諗下，如果5場或者10場之後下輪都仲係入唔到波，卓基咧坐多個踢，道古次次咧都去啲死位嗰度1對3，中場又失位失波，又俾人直線反擊。你諗下啲人仲信唔信馬利斯卡？成隊波都燥啦，有一個負能量啊！就算你換啱個人啊，都可以覺得你換錯人啦。坐後備又質疑你，輪換又質疑你，拍大巴又質疑你，流力又質疑你。所以點解我覺得咧馬利斯卡咧可能捱唔過聖誕？唔係因為咧曼城冇球星啊，夏倫、道古、斯曼尤、卓基、洛伯迪亞斯、多拿魯馬，全部都世界級，絕對係鑽石級嘅陣容。但係有幾個好致命嘅問題。第一，洛迪走咗，富計換咗，迪布尼亦都走咗，唐太又冇咗，施華走咗，個萬能插冇咗。以前咧邊度有窿咧，施華就補邊度，邊度唔順咧就會去幫嗰邊。而家冇咗，之後哥迪奧拿落車，馬利斯卡上車。呢架紅 van 有路嗰陣啊，我相信佢識揸，但係塞車咧，馬利斯卡又識唔識揸咧？封路咧，上斜咧，佢識唔識執生？去到最後，如果前邊都搞唔掂，成架車嘅人會唔會開始燥咧？所以曼城真正嗰個問題咧，唔係買邊個去代替洛迪啊，亦都唔係買多個中場夠唔夠啊。以前咧，曼城咧，洛迪幫你穩住架車，迪布尼幫你睇路，施華就幫你補位，哥迪奧拿咧坐喺前面咧，決定幾時快、幾時慢、幾時轉波、幾時掉頭。講一句啊，全架車一齊轉啊！呢架車咧，哥迪奧拿咧揸咗10年，佢亦都好熟咧前面條路。前面一塞車咧，佢會轉。馬利斯卡咧，我相信佢識揸車嘅。暫時咧，我睇唔到咧佢識轉波同埋識執生。所以咧，今季曼城咧，馬利斯卡咧坐上咗一架冇咗洛迪、冇咗迪布尼，亦都冇咗施華嘅紅 van。而家最後一個問題就係佢揸唔揸得過呢個聖誕咧？留個言俾個 like subscribe，多謝支持。